They roar for their hometown hero. 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我哋 Idle Horse 東瀛快手啊！咁啊嚟緊就出片時間應該就聖誕節或者聖誕節之後啦，咁就都祝大家聖誕快樂啦！咁今集繼續有我 Stephen 同 Comment 喺度。係啊，冇錯啊，咁就今個禮拜就跑呢個有馬紀念賽啦。咁另外星期六都會有一場兩歲嘅一級賽，希望錦標。兩場都係一場呢，就係兩場都係一啲呢非常重要嘅一級賽啦。咁啊，兩歲嘅一級賽，希望錦標就產生過唔少嘅冠軍啦。咁就未來馬王都可能好大機會喺呢場賽事咧揾到嘅。咁另外呢，有馬紀念賽就作為即係全年叫做最重要嘅一級賽啊，日本嘅一級賽。咁唔少馬王級嘅賽區呢，都會喺呢場賽事度上陣噶噃。係啊，日本跑馬王啊嘛，好多人都話有馬紀念賽嗰個存在價值就係咁樣。不過喺講未來嘅賽事之前呢，都略略同大家回顧翻啦，香港國際賽日啦，一啲日本嘅代表賽區嚟到香港嘅表現啦。咁啊，神之勇進喺呢場香港一哩錦標度呢，跑咗個第二，輸俾遨遊氣泡。其實我覺得以佢表現嚟講呢，都合格有餘咯。格有餘啦，甚至相當之驚喜啦，因為一度咧喺最後150米左右咧係透出咗，以為有機會贏咁，只不過咧遨遊氣泡回氣再上翻嚟咁啊，能夠將呢個神之勇進擊敗。咁但係你話神之勇進今場啊香港一哩錦標嗰個表現咧相當出色，咁當然啦，佢都會退役咧成為種馬咁啊，希望佢嘅子嗣咧就再次嚟香港挑戰，咁睇下會唔會挑戰成功啦噃。咁啊，講開退役配種啦，香港杯嘅亞軍啊，寶來歌劇輸咗俾浪漫勇士。雖然大家都叫做意料之中啦，咁但係賽後好快就即係講話會退役做種馬，下年就唔會再服役。係啊，冇錯啊，咁就其實都係一個幾突發嘅消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佢相關嘅報導咧，練馬師上川陽行啦，同埋幕後馬主咧，其實都有一個協議，就係喺寶塚紀念賽之後咧跑埋嗰一季就會退役。咁同埋其實佢哋諗咧就係因為隻腳呢個寶來歌劇隻腳咧有少少傷啊，或者係叫做疲勞啦。咁所以其實唔能夠咧好勤跑，咁最多只會跑多一場。咁所以佢哋最後咧就選擇以香港杯咧作為退役戰。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就冇跑秋季天皇賞啦，亦都冇跑日本杯呢啲嘅熱身戰，然後再去部署香港杯嘅，而係直接咧喺寶塚紀念賽之後就直接部署香港杯。咁跑完香港杯冇事就能夠健健康康退役，咁啊亦都咧成為種馬。咁啊希望咧之後咧亦都見到佢嘅子嗣咧喺啲中距離賽事表現得好啲，因為呢一隻寶來歌劇咧喺中距離嘅賽事咧非常出色嘅表現。咁啊，呢兩匹馬其實嚟到香港都喺兩場重要嘅一級賽度攞到亞軍啦，我覺得表現都已經係算相當之唔錯啦。同埋始終面對嘅對手呢，都絕對唔係啲普通馬，都係喺香港好強嘅對手嚟嘅。咁睇下佢哋退役做種馬之後，佢哋嘅子嗣能唔能夠發光發亮啦。咁啊，講完過去嘅香港國際賽啦，咁啊嚟緊頭先我哋都提到啦，有馬紀念賽咁啊年中嘅，算唔算係年度代表馬之爭呢？因為始終即係今季嘅年度代表馬呢，都仲有啲懸念喎，係咪？冇錯啊，咁當然啦，即係有好多叫做候選人啦，都係出戰呢場賽事啦。雷麗公啦、野田分惠啦，呢一啲喺海外或者喺日本國內咧嘅一級賽都能夠贏馬嘅賽區咧，都會出戰呢一場賽事。咁當然啦，即係另外一啲候選馬無面冇會，我相信都係另外一匹咧年度代表馬之一。咁但係如果你話雷麗公能夠贏埋有馬紀念賽嘅話咧，相信都會喺年度代表馬入邊同無面冇會有得困下㗎。咁雷麗公其實上季即係曾經有一段時間令大家都覺得係咪即係有啲唔係好承接得到啊？始終佢係講緊2歲嘅時候表現係相當之唔錯，大家亦都覺得佢即係個部署上好大膽啦，即係冇去跑一啲3歲黐馬嘅經典戰線咁挑戰紅馬，咁但係就未如理想嘅。咁但係最後都係喺上年年尾呢一場嘅有馬紀念賽成功即係叫做挽回翻啲顏面啊，可以贏到一場咁重要嘅一級賽。嚟到今年4歲啦，隻馬似乎成熟有進喎。係啊，冇錯。咁當然上半年就因為一啲傷患啦，咁啊唞咗大半年先再出啦。咁但係咧復出咗，去到今年嘅下半年先喺呢一個嘅橙經賞贏馬啦，然後再喺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杯咧打破咗關西嘅魔咒。咁又今次翻到嚟中山競馬場作為佢嘅主場之一，曾經贏過有馬紀念賽，亦都贏過希望錦標啦。呢兩場喺中山舉行嘅一級賽咧，我相信對於佢嚟講場地適性當然係冇問題噶啦。咁但係另外一個魔咒就要再破咧，就係未試過有黐馬咧能夠衛冕有馬紀念賽，咁睇下會唔會破埋呢項數據，咁啊成為咧今年3勝2勝一級賽嘅馬后啦。
因為講緊有馬紀念賽要衛冕到一啲都唔容易啦，過去成功做到嘅都只係得紅馬嘅啫。雷禮公就要即係打破呢一項嘅數據啊，先至能夠挑戰到呢個中山女王呢個稱號啦。咁啊，今次嚟講呢，而家如果睇一啲即係參考嘅賠率呢，佢都算係熱門之一嚟嘅，同呢個嘅紀田分惠啦，同埋博物街，其實賠率上就幾接近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呢幾匹馬嗱，佢哋都有各有唔同嘅地方啦，因為博物街就係3歲馬啦，而雷禮公就要挑戰即係連續贏到2年嘅有馬紀念賽啦，咁再去到就係呢個嘅紀田分惠啦，咁就4歲馬，另一隻紅馬領軍分子啦，3隻嚟講，你又覺得邊一隻叫做贏面高少少呢？嗱，如果真係齋稱呢3隻，我係中意雷禮公多啲嘅，因為其實本身你喺中山嗰個賽績非常之出色啦。咁當然博物街其實嗰個中山賽績都相當之強，咁但係因為你有同場同程嘅經驗啦，雷禮公係會比較出色少少嘅。咁當然啦，中山2500米嘅賽事咧好睇檔位嘅，咁所以去到星期4，我估出呢個節目嘅時候檔位已經抽咗噶啦。通常咧排比較外檔嘅馬咧比較難發揮啲嘅，唔係話冇一啲上名嘅馬。咁當然星願天下都曾經16檔能夠即係叫做上名啦。咁但係你話中內檔嘅馬係會比較着數少少，始終咧就係出咗閘之後咧即刻轉彎嘅賽事嚟嘅。咁所以你話中內檔嘅馬會比較佔優啲。咁睇下到時呢3隻叫做即係領頭分子邊一隻會抽到一啲較好啲嘅檔位啦。雷禮公我自己都係比較即係傾向好啲嗰一匹啦。咁但係始終博物街嗱成組馬入邊呢，冇乜3歲馬喺度嘅，咁啊博物街叫做暫時唯一在陣嘅一匹啦。今年嘅3歲戰線呢，即係講緊蒙面舞會可以喺日本杯同格倫島鬥到最後一兵一卒呢，其實都側面反映咗今季3歲系列個表現呢，整體表現呢都係幾高水準嘅。咁博物街會唔會有機會都喺呢度即係突圍而出呢？我諗最睇就係嗰個嘅即係個路程適性啦。咁當然騎師到滿樂就其實對佢嗰個路程嗰個應付到咧個能力咧，佢都覺得佢係會應付到嘅。咁甚至就係因為加上就係博物街喺中山嗰個賽績相當之強啦，曾經贏過高月賞，亦都贏過聖列特紀念賽。咁結合呢兩樣嘢咧，其實到滿樂就對呢匹馬係非常之有信心嘅。咁所以而家成為熱門之一都幾合理啊！因為如果你話對比翻對上嗰2-3年啊，經典系列戰線呢，即係我認為今年嚟講呢，會係比較突出一年嚟嘅。咁講緊嗱，野田分惠而家都係熱門之一啦。咁但係青樂就好似同即係近排呢年嘅3歲馬就好似有少少差距。你係咪咁認為呢？我諗都會有少少差距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喺中山個賽績唔算特別出色啦。咁就上年佢即係攞到個第3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佢本身跑開中山都唔係話表現得非常之出眾嘅。咁我諗呢一樣嘢都會令到大家對佢嗰個諗法稱低少少啦。咁當然啦，你話鞍上人活騎龜泰減番騎呢一匹即係打比冠軍，咁會係一個正面嘅優勢嚟嘅。咁但係你話對於隻馬嗰個質素啊，或者係嗰個場地適性，相對嚟講，野田分惠可能都會呈低少少嘅。明白。咁如果呢組馬嚟計啦，始終都有啲馬呢就會攞呢一場嚟做退役戰啦。兩匹馬我哋都真係相當熟悉噶啦，一匹就即係全才馬啦，進天宮啦，另一匹就係經常會嚟香港作賽嘅健琴高就啊。咁呢兩匹馬好似都真係邊線少許，即係要有中之美，係咪都有啲難度呢？我諗都幾難喎，因為其實你對住呢一班對手，其實就係喺今年佢哋都對過，而佢係佢嘅旗下敗將啦。咁所以要喺呢一場反先係不容易嘅。咁當然啦，即係頭先都講到就係個檔位可能會對佢哋有啲幫助。咁但係如果你話兩隻稱入邊呢，我相信健琴高就呢嗰個機會會大少少。咁當然你話去到今年嘅秋季天皇賞同埋佢嘅日本杯個成績唔係太理想。咁但係佢跑中山呢，其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差嘅。咁曾經喺離身賞夜馬啦，高月賞跑過第2啦，咁雖然喺3歲尾嘅時候跑有馬紀念賽咧跑到個第6，咁但係可能留意翻佢嗰一場咧喺直路上塞個車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今次唔塞車又有啲中山嘅經驗，可能會交到一啲驚喜表現都唔出奇嘅。係啊，始終嚟到即係服役生涯嘅尾聲啦。咁如果你話即係中山競馬場咁計，抽過好少檔位，而且過往亦都叫做有過少少嘅同場經驗呢。咁啊健琴高就我覺得都唔係話能夠睇低嘅。相反進天宮，我曾經對佢都好大寄望啦，因為始終可以由2000米贏到3200米嘅馬呢，真係唔太多嘅。咁但係始終之前對佢寄望好大，都即係比較失望啲。咁我相信今場希望佢叫做順順利利
跑得好少少啦，咁啊名次就唔好太計較啦。咁啊希望佢日後嘅即係退役之後配種嘅生涯都可以順利啦。係啊，冇錯啊，咁就除咗即係叫做有啲馬作為退役戰啦，亦都有啲特別嘅地方喎。咁就今次咧就有一匹上場跑完泥地賽嘅馬轉到過嚟跑喎，係嘛？係啊，就係旭日和國啊，係咪啊？冇錯啊，咁就其實呢一隻咧就旭日和國本身就跑開即係草地賽嘅出道嘅時候，咁啊中間轉咗跑泥地啦，咁就練馬師亦都因為原本嘅陰毛秀孝練馬師咧就退咗休，咁啊然後轉咗交去俾女練馬師咧前川公子咧就繼續去訓練嘅，咁就呢一匹馬咧今場應該就會即係交到黑進去策騎啦，咁其實。睇翻過往賽績咧，好少馬咧上一場跑完泥地轉過嚟跑有馬紀念賽嘅，以往有5隻，咁但係5隻都唔能夠贏馬嘅。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出名啲嘅馬，譬如 Hotto Vega 即係北斗積基啦，有啲人譯。咁其實就之後就跑杜拜世界盃啊，即係跑過跑杜拜世界盃就離開咗我哋啦。咁但係呢一匹 Hotto Vega 咁其實都係草泥雙槍將之一。咁所以旭日和國會唔會都有機會挑戰到呢樣嘢？未知機會都低。咁但係都會係一個亮點之一嚟嘅。因為始終咁樣部署嘅馬就的確係唔太多啦，咁啊暫時睇落呢，旭日和國又未係好有嗰種泥草雙槍將嘅影子俾我哋見到住啊，咁啊即管睇下呢一場有馬紀念賽會唔會都即係有啲驚喜俾到大家啦，咁但係仲有一匹馬好似都值得講下，就係北島明花嗰個部署都引嚟好多爭議。咁當然都係一個好長篇嘅故事啦，咁但係暫時咧，而家佢都仲未有呢個有馬紀念賽嘅位嘅。咁我諗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就係有馬紀念賽係呢個馬迷投票選出頭10個優先出賽權啦。咁所以如果你喺有馬紀念賽入邊報名，然後你係喺馬迷投票入邊咧順序排喺頭10名以內咧，你就會獲得優先出賽權噶啦。咁今次嘅爭議咧就係雷禮公嘅練馬師木村哲也咧就為一匹暫時受傷咁，但係咧馬迷投票上比較前啲嘅馬就係拯救者報咗名，咁令到咧就係排喺第32位嘅北島明花咧就被逼就係擠出呢個頭10名以內啦以外啦，咁再加上佢個獎金咧就唔能夠咧係即係入選到頭嗰6名啊，即係剩低嗰6個位嘅即係獎金名次，咁所以令到佢咧暫時咧就係一開始係喺後備4嗰度嘅，咁但係隨住咧有好多馬今年都比較多馬咧喺報咗名之後退出嘅，譬如帝國夢啦，咁亦都會有其他另外3匹馬退出咗，咁所以暫時而家咧北島明花係喺後備1，咁所以如果去到禮拜4之前再多一匹馬退出咧，咁呢一匹有機會跑完呢一場或者跑多一場退役嘅北島明花咧，能夠保出上陣，咁睇下去到禮拜4或者睇緊呢條片嘅你，會唔會都已經知道北島明花能否保出啦？因為即係頭先提到呢個話題啦，見到喺日本當地咧都好多馬迷去討論嘅，即係唔係好理解點解練馬師會有個咁樣嘅部署啦。不過點都好啦，最緊要係希望隻馬究竟跑唔跑到有馬紀念賽都好，咁啊希望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咁又都個部署係點樣，我哋都唔能夠深究太多啦。咁啊都叫同大家分享下一個小故事咁樣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同大家稍稍即係回顧翻之前嘅一啲重要賽事啦，亦都展望咗嚟緊嘅有馬紀念賽，咁都希望大家新嘅一年有新嘅開始，各項事都事事順利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